以下嘅內容適用於上午時段嘅病人，意思係指大腸鏡檢查係喺下午1點鐘之前。喺開始之前，我哋需要了解病人有冇曾經患有心臟病或者中風。如果有以上嘅情況，請立即通知本中心職員。飲食安排會安排喺檢查前3日進行，檢查前3日及前2日嘅飲食安排係完全一樣嘅。唔可以食高纖維嘅食物，所有蔬菜、葱、蒜頭、芫茜、番茄、粟米、紅蘿蔔、所有菇類、所有瓜類。五穀雜糧包括麥包、燕麥、豆漿、豆腐、豆卜、堅果、花生、果仁、芝麻、黑椒、紅米飯、糙米飯等等。乳製品例如芝士、乳酪，水果例如罐頭水果都係唔可以食嘅。另外，避免飲用烈酒、濃茶例如普洱烏龍茶、咖啡、奶類飲品例如奶茶、可樂克等等。請注意，飲品嘅顏色必須係淺色，並且需要分隔揸載先至能夠飲用。可以食肉類、海鮮、雞蛋，呢3類食物都唔限煮法。澱粉質方面，粥、粉、麵、飯、公仔麵、通粉都冇問題。例如你唔可以食番茄牛肉麵，但可以食沙爹牛肉麵。例如你可以食洋葱豬扒嘅豬扒，但洋葱就記得唔好食啦。呢2日你需要服用通便丸 A， 佢係呈啡綠色嘅，每日1次，每次1粒，服用時間可以由病人自己安排，但第2粒需要跟隨翻第1粒嘅服用時間。第2步會喺檢查前1日進行。喺呢1日入面，全日早、午、晚3餐只能夠食魚肉粥或者碎肉粥。晚上6點鐘開始，淨係可以飲用清水餐、補抗力、蜜糖水、清果汁、開水、清茶、清湯等等。請注意，有服用糖尿藥物嘅病人需要喺晚上6點鐘停止服用糖尿藥。喺檢查前1日嘅夜晚7點半，需要服用通便丸 B， 佢係白色錫紙包裝。拆開包裝之後，2粒需要喺晚上7點半同時服用，直至檢查前2個鐘就需要禁水禁食啦。以下嘅內容適用於上午時段嘅病人，意思係指大腸鏡檢查係喺下午1點鐘之前。喺檢查前1日嘅晚上8點鐘開始服用瀉粉。瀉粉會有2包，第1包需要喺晚上8點鐘服用，而第2包就需要喺晚上嘅10點鐘服用。先拆開瀉粉嘅包裝袋，然後將瀉粉倒入1公升嘅容器入邊，然後準備1公升嘅清水倒入容器。請注意，沖調瀉粉嘅水溫係唔可以過冷或者過熱嘅。將2者倒入容器之後，將佢哋攪拌均勻，攪拌直至完全清晰。如果覺得瀉粉嘅味道難以習慣，可以安排1杯清水餐放喺旁邊。清水餐係指補抗力、蜜糖水、清果汁、開水、清茶、清湯等等。飲用嘅時候可以1啖瀉粉1啖清水餐，味道會比較容易入口。第1包嘅瀉粉需要喺2個鐘頭內飲用完畢。到咗晚上10點鐘，需要開始服用第2包瀉粉。沖調嘅方法同第1包完全相同。飲用嘅期間，我哋會建議病人多飲用1到2公升嘅清水餐，直至大便呈小便嘅淡黃色先至為之乾淨。飲用嘅期間可以細啖咁飲用，避免引起胃脹嘅不適或者嘔吐，同埋記得要空肚飲用瀉粉啊！飲用瀉粉之後可能會出現肚瀉嘅情況，所以建議病人可以喺肛門入口1 cm 搽上凡士林，減低肚屙時嘅不適。服用瀉粉之後可能會反胃、腹脹、作嘔嘅情況。如果出現嚴重嘅嘔吐或者腹部劇痛嘅現象，記得要致電本中心24小時緊急熱線。如果未能夠排清大便，可以喺到達中心之後通知負責嘅姑娘。